好多姊妹發完筆記就唔理啦，見到冇流量就喺度發癲。其實數據先至係最好嘅老師，要睇3個指標，1分鐘教你揾到問題，下次呢，流量一定會好嘅。咁第一個指標係咩呢？閱讀量。如果閱讀量淨係得幾十幾百，唔使懷疑，肯定係封面同埋標題冇吸引力。譬如你發嘅係護膚筆記，咁之前你嘅筆記就係寫咗呢個面霜好好用啊，拍咗啲面霜嘅圖片，肯定冇人點讚。咁應該點改呢？乾皮桃園好正啊，呢個標題就 OK 啦。標題仲可以寫乾皮救星，用呢個面霜開住空調瞓都好潤啊，閱讀量肯定立即上漲。記住，閱讀量低，專攻封面同埋標題，照之前教嘅3:4構圖，粗體字體技巧更改，好快就會有效果。第二個指標睇嘅係點讚量。如果閱讀量唔低，但點讚量好少，咁問題喺邊度呢？就係冇俾到用戶睇到佢嘅價值喺邊度。唔好成日話我覺得邊個精華好好用啊，要講你可以得到啲乜嘢。譬如之前我寫某個精華好潤啊，改成乾皮用呢個精華，塗完上妝唔卡粉，用戶見到唔卡粉呢個好處，先至會願意去點讚同埋收藏。少講自己嘅感受，多講用戶嘅利益點，點讚量自然就會多。第3個指標就係要睇評論量啦。閱讀量、點讚量都 OK 嘅情況下，評論量少就肯定係冇引開互動啦。譬如之前結尾就係寫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好，你可以改成你哋嘅乾皮冬天塗咩精華呢？你哋晚上用咩精華令到唔會乾皮呢？你要打開佢哋嘅互動，只要俾用戶一個開口嘅理由，評論就會多，互動上去啦，算法就會多推流。發完筆記花1分鐘時間分析呢3個數據，閱讀量肯定唔會低。如果閱讀量低嘅話，封面同埋標題一定要調整，點讚量低一定要加用戶嘅價值內容，評論就一定要引開互動啦。跟住呢個數據去更改，內容越發越精準，流量只會越嚟越好。你學識未？如果未學識，揾我教你。